好，然后这几年从我们担任立委以来，其实我们每一次接到这一类的庙会的，或者说跨年活动上面的这一些这个陈情，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就去尽速的跟市府的相关单位反映，那也会跟主办单位协调。那当然，在这个协调过程里面，那还是让很多的民众受到影响，那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抱歉跟遗憾。其实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声明里面有说的，就是说其实林长佐团队我们协办的万华大闹热音乐季，那我们这几天在网络上面也向大家宣传，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活动，其实是在9点多就已经结束，也没有燃放鞭炮。那至于整体青山王绕境，由青山宫主办的这个绕境活动，那其实我们也是其实从活动前到这几天的过程，也是一直在这个劝导各地来的这些红坛各自主办单位，其实都可以响应现在庙方其实希望大家可以以符食来代替鞭炮的这一种做法，那也会希望说未来大家可以真的这个更配合这样子的这一个新的一个尝试啦哈，因为我想所有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的庙宇跟这个祭典，其实都有很多新的一些转型跟改变，包括近年来的这个使用这个焚香的减少啦，鞭炮的减少，那像这个未来的话，我当然也希望说我们可以继续推动以符食来代替鞭炮。其实这个因为如何能够让万华能够这个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的这个老城能够新生，而且跟新的文化结合，这个是我过去这几年来从上一届就一直努力的事情。那青山王绕境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在地的文化资产，很多的人很支持，那当然也有造成一些民众的这个生活上面的影响。那我们其实一直努力在协调的过程里面，包括其实这几年，今年真的是就是今年因为刚好是建庙165周年，所以主办庙方这边他们也接到很多这个各地的热情的参与，那让活动变得这个延到更晚。我相信庙方这边应该也会去思考未来怎么去改变。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过去这几年来在协助这些转型上面，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鞭炮的减少。包括这个绕境的时间的缩短，那包括我刚才讲，其实我们的老城里面的这个电影的协拍，然后还有传统老的这个商圈的活化跟转型，这个都是我过去其实在作为中正万华的立法委员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所以我相信这个方向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啦，那也会希望说所有的民众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建议，那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可以有一个新生，那并且跟现代社会有一个共存的机会。那至于说作为一个地方的民意代表，本来就是所有中正万华的事情都是我的事啊，所以我倒不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地方政府的事情，然后怎么全部都怪到我身上，或者说这好像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青山宫的我们主办庙方的事情，那怎么好像来找民代？其实我觉得我们中正万华所有的事情本来就是我们作为地方民代的事情，那不分中央跟地方啦，我们也有合作的在地的议员啊，所以其实只要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我们都会一直见机履机的想办法去协调。